人人都喜欢听好话，叶家让从中找到灵感。这个是钻石，我们把筷子加了钻石，现在人最需要的叫钻得快，有钻石的筷子叫钻得快。日月潭总统鱼造型筷架，阿里山快木做筷子，取其谐音叫做鱼筷。身为客家人的叶家让还想出柿子加花生，取名好事会发生。创作结合吉祥话，格外讨喜。叶家让却发现，年轻族群喜欢的是完全不同的语汇。一个花生是一生一世，就是祝你一生一世幸福美满，或爱你一生一世。结果年轻人就大受欢迎。小吊饰1个月可以卖出上千条，激发他让作品讲故事的热情。和台湾多数雕刻师一样，叶家让从学徒开始，为了赚钱学雕佛像，至今40年的技术累积。其实我是 LKK 的，可是我还是在稳定中求进步了。所以木雕对你来说40多年了嘛，对不对？有吗？可以告诉有什么意义？两黑眼神发的一部分。是因为我们说黑矮神发给一部分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现在雕刻不只为了糊口，更多的艺术感和创意思考。叶家让跻身工艺家的层次，象征族群融合的作品获得国家工艺奖的肯定。而最新的尝试更看得出他往商业市场找知音的企图心。这样子看是一个心嘛，这边有手，这边有莲花，所以我们叫心手相连。其实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心手相连，是可以把它变成立体的。接下来，陶瓷、木雕、琉璃或金属都要试着融合运用。以创作家自诩的叶家让，想让每个作品都成为一个桥梁，不止孤芳自赏，要让雕刻的吸引力更强大。上课喽！有乜嘅價值？輕藝成百嘅一部分。有乜嘅價值？輕藝成百嘅一部分。一起念念看，要多练习哦。